就講遺囑啦。嗱，呢個遺囑咧係非常非常之 interesting。遺囑有乜咁 interesting 係啦，你覺得遺囑有幾 interesting？通常都係嗱，我有4個仔女，啊 A 啊俾乜 B 俾乜 C 俾乜 D 俾乜咪得咯。係啦，嗱，其實咧遺囑咧有3種唔同嘅 stakeholder 嘅，其中一個執行人啦、受益人同埋見證人。執行人係即係咩啊？一陣間話你知，見證人咧就係將呢份呢份遺囑咧就要有2個嘅見證人，而呢2個見證人咧唔可以係受益人。OK， 即係話，例如我要做份遺囑，咁我會揾一個見證人，呢個見證人可能係你都得嘅，因為你唔係受益人，咁你係我嘅另外一個咧，幫我做一個見證人。咁裏邊點樣寫咧？其實有晒 format， 有晒啲 template， 你可以上網一抄咧，就抄到係點樣。同埋如果你揾律師做咧，個好處就係其實 copy and paste 嘅啫。係有啲因為咧要。其實遲啲 AI 啦，可能就係。係啊，其實唔係你用 AI，你而家即刻問佢都得㗎。係咯，AI 都得喎，真係。咁所以你自己做好咗之後咧，然後你揾2個人幫你簽咗名，其實已經唔需要，因為呢張遺囑咧係唔可以抄嘅，唔可以摺嘅。唔可以有崩口。哦，咁樣樣㗎。原因係咩咧？過膠穩陣喎。嗱，過膠咧，其實你已經損壞嗰張紙㗎啦。吓？係啦，因為你拆唔開㗎啦，拆唔爛㗎啦。咁點啊？係啦，所以你要好好保護你嘅遺囑。嗱，原因點解會咁要好好保護你嘅遺囑咧？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遺囑係可以 challenge 嘅。